观众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小电视。近日，一苏姓女子莫名失踪，该女子系爱尔平方职员，现年24岁。由于其已被父母赶出家门，我们只能通过她的同事了解其状况。苏莫婷啊，感觉她平时挺拮据的，但是又住在高档公寓里，不是很清楚。她工作还可以啦，不过她不喜欢跟人打交道，我们跟她也不是很熟。她好像跟2个男的一起住。据悉，与其同住的男子 A 为社会闲散人士，常年混迹于网吧，夜不归宿。同住男子 B 无业，生活重心就是围着苏姓女子打转，疑似软饭男。那3个人啊，应该就是一般的合租关系，平时就打打闹闹的，也没看他们做过啥子见不得人的事情。他们成天嚷嚷着要体验人类生活，要守护3界和平，估计都是中二病。是神妖之子，天选之人，王后啊！目前并未发现苏姓女子与他人有重大矛盾，失踪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。她去哪儿了？她还能否回来？后续案情进展，我们将在3月10号继续为您播报。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，再见。